首先我哋教我今日教點樣沖柴蛋，首先我要落熱水，因為我已經好熟。熱水啦，跟住咧就攞兩隻柴蛋，我超級 yucky 嘅，都唔咁，跟住就會分離成出嘅。好啦，即係打開就已經個人好凍嘅狀態，所以咧擺兩隻柴蛋喺度，跟住擺兩隻就得啦，就喺度攤。2至10分鐘就會開始咁樣㗎，跟住你碌，哇！啲手熱，我又要啊！